真心话，就是真欢喜看到你。哎，咱真欢喜自进伫这个所在，咱就是要来敬拜主，敬拜主的属性，咱就是要唱歌来学落伊。大家拢是兄弟姊妹，伊拢位会上第一个吼，因为基督疼咱，所以咱嘛爱彼此相疼，因为咱就是兄弟姊妹，爱互相扶持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带导，互相体谅，互咱的信仰、信心灵都得着长进。来，大家拢是兄弟姊妹，彼此相体谅，因为基督的疼咱，自己做一回。我心我就是亲像我心我己，因为咱是上帝的辛苦。
上帝。